但市对防灾过后这2个多月，卫生局结合上局的防疫团队，透过无人无人机伫无度接触到的高度甲角落，有缘存在白眉网滋生源的风险来进行巡查。同时，天高这防治中心嘛将这段期间的防疫过程翕成影片，展现科技防疫成果。在登革热防治上，今天大家可以看到许多屋顶上有积水容器的水塔盖子飞掉的，或者是说上面有一些这个不干净的东西，像一些垃圾啦或者是废弃物的，我们借着无人机来巡查，就可以做很大的帮助。台南全面的启动无人机的使用，那应该也会让民众。让我们的公务员让民众感受到很大的这个不同，让公务员节省了大量的公务人力，那这样的话效率又可以提升。虽然暂时目前并无听到这本土病例，不过咱隔壁高雄甚至到台北桃园等县市已经累积21例本土确诊病例，所以咱嘛需要高度的警戒，尤其风台和雨过后拢是滋生源高风险的环境，透过无人无人机嘛，互中央共同见证台南用科技防疫的成效。是政府的跨单位的合作的建立的一个模式。那未来我们疾管署会持续努力跟地方政府来共同合作，来推动创新的科技防疫工作。为了鼓励市民主动通报疑似白眉网滋生源，市府特别推出月抽礼券的活动。对今仔开始到明年12月31号为止，民众只要扫描 QR code 并完成问卷，就有机会抽到500块的礼券。台南新闻阮子采访报道。